天早有谈过，埃及就唔好留佢獲踢，也係講用羚羊來推踢叫賣，也了口好。唔講羊外，當然還係有幾萬條嘅生命，啲使用速度是踢。韓國事故卻踢會八股，係本人獲踢獲下血嘅叫嘅。古說流浪叫嘅議題還天，從來就唔係叫嘅，係你。屏東美貨各種以現成嘅林資源，我喜歡嘅話，無下沒有用嘅。但係愛照顧一隻嘅話係真冇簡單嘅事情。做乜嘅有人願意去使用幾百條嘅嘅話，故所希望加入100個志工田養活動，做得去認識一群志工。你希望有一日，我做得成為從佢哋安養，換流浪狗生命嘅人。子云，欢迎你今天来士联会一日志工体验，就是跟这些狗互动这样子。然后我们的犬舍大概有1、2、3、6区4个区啊，全部大概收容有280到300只左右，加上会有一个安宁病房，就是照顾那个生病的狗这样子。这个是6区的犬舍，那因为2区犬舍倒塌，所以大部分集中到这里。现在这里面大概已经有快要100只了。那等一下进去的话，可能会有那个狗比较嘈杂的声音啊，所以你必须要接受这个挑战。那你 OK 吗？你可以吗？可以。台中市世界聯合保護動物協會係喺1994年有一群熱心參加動物協會嘅人士之內，記得當初牽嘅天數無物可轉嘅流浪動物重新得到保護。韓國今每日帶點練習生資源。學習讓嘅成為流浪動物守護志工嘅邵立尊係一下嘅理事長，平常時嘅頭路係律師，第一片點點守護一條狗嘅，未已經有7年研究咧。這隻狗叫園丁啊，那它其實個性就是比較親人，原則上很喜歡出去走一走這樣子。那這隻叫天平，它不喜歡出去，它很膽小，然後只有幾個志工可以跟它互動，但其他的志工它都不跟人家互動，所以它也不出籠這樣子。另外那個叫鴨姐，它其實個性就比較憂鬱啦，到目前為止它也還沒有出過犬舍，所以每一隻的狀況會略有不同，所以我們要學的事情就是第一個步驟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先觀察到它整個狀況，再來決定它的互動，而不是手直接伸過去，有可能就會被咬傷這樣子。像我今天看到裡面有很多狗，它看到人就躲到角落，就是不肯走出來，然後平時也不會像這些健康的狗一樣走出來外面活動。我就覺得他們一定受過很大的傷嘛，被人類打啊，或者是虐待這樣子。我覺得總會有人不喜歡狗，但是我覺得你不喜歡它，你不要傷害它，因為它已經流浪了，它已經很可憐了。那你還去打它，還去追趕它，這樣子只會讓它更受傷，更不相信人類。那不愛它的人，我們可以給它一個空間生存，讓它這樣子安安靜靜地過生活就好。其實也就是使用所成立嘅目的，希望天數一群身心靈都是受到傷害嘅狗嘅，都做得天天嘅恢復康健，未侵佔對人類嘅幸福，也未係資源，也俾志工體驗而學習嘅功課。來，你進來。這個是我們的志工龍妹，那這是子云，今天來當一日志工體驗的志工。哎，子云你好。好，那我們來坐着。你有沒有覺得現在這些狗狗都非常親人？對啊，為什麼那麼多親人？其實他們啊，以前就是非常怕人的。那他們親人的原因，就是因為像我現在上來這山上做志工，做大概6年的時間。每個禮拜就像現在這樣，在犬舍就是坐着這樣陪他們，就是這麼久。對，從就是他們在角落，然後這樣來，然後一直
偷偷靠近，靠近到最后，他们就是慢慢就是把头探出来给你摸，大概差不多半年时间至少，所以其实像做志工这件事情，其实我来之后才知道是蛮不容易的，对啊，不然我以前都以为是很快乐的狗狗们，就是在这边啊，有人喂饭，有人洗澡啊，有地方遮风避雨这样，来之后才知道说，其实他们蛮多他们自己的故事是蛮不为人知的，对啊。哎呀，这只狗，他想要你，好这样。那我们志工平常都做些什么？我们在这边最主要的事情是陪伴，至少让他习惯，对，陪伴他，希望我的味道，看有没有哪一天那个奇迹会发生，就是他靠近你这样子，对啊。我觉得这些人就跟我们平常一般人不一样，一般的人可能多余的时间就花在上网、玩手机或出去玩，但是他们把多余的时间宁愿就是可能花一整天或者是一整个月的时间，就只是静静陪伴这只狗。我觉得这些志工就是像医生一样，因为他在救一只狗，就是为了让他信任你，让他走出那种忧伤的那种情感当中，所以我觉得这很不容易。想要得到一条狗的幸福，色彩无按改，不过还较无简单的是，子宫瘤妹就算对宠物嘅毛过敏，佢还是甘愿带定在下面用6年嘅时间来到几条做盘，期望本使用所特别有含较多嘅奇迹出现。韩国本资源要做得体会一种建立幸福嘅感觉，一条长期来使用所嘅狗嘅，就是佢练习嘅亲好对象。好，然后我现在就是这一只我们要进去，那我们进去的时候小心我们侧身，尽量不要让狗狗会觉得说可以逃跑，好，让它降低有防备心。好，来，你跟着我走哈。比如说我现在从这边要过去动它，它就起来了，它就会起来，你看它就是有一种，就是你要干嘛就跑起来，别逃跑。对，然后你看我们现在慢慢蹲，慢慢蹲，蹲着，给它闻，它就又安定下来了。这就是它那个差异，对，不要让它去害怕你，所以我们不能主动，尽量不要，就等到哪一天它心房打开了，自己过来，我们就好就可以摸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对，我们就带狗狗们去放风，好不好？好，走。平常使用所认真安全老人力嘅考量，各位都抢到地先关起来。虽然空间还算一般，不过行通还是受到限制。故所特别有志工来嘅时节，就做得知道各位真正当欢喜，因为佢条底总算要做得希望杯慢来走走嘅。好，来走，我们去跑了，来，预备，哦，兴奋，来。然后像在这边呢，这个地方叫缓冲区，缓冲区它有2个门。为什么要有2个门？就是像你看他们是不是很兴奋？对，所以我们怕说如果只有1个的门的话，一开进去，他们整个暴冲，暴冲的行为会让里面的狗觉得有压迫感，会冲突。然后第1道门的时候，只要确定里面没狗，我们就直接进来。可是像第2道门的时候啊，因为里面有狗，对不对？对啊。如果不认识的，或是很凶的，或是很需要单独管教的，就不要把牵绳解开，去跑。啊，我们来这边啊，我们就是跟着他们去玩，让他们去跑一跑，走。本狗的许多毛背嘅草坪慢来走走的，除咗做得天通吓筋骨，消耗体力，还做得本其他嘅狗嘅相互交流。不过，还较重要嘅係，还做得本子宫老狗嘅之間嘅感情一下就變到親好。不過啲自然嘅接觸，命狗嘅也係整理狗嘅毛嘅時節。子宮其實還有其他要注意嘅所在哦。讓我摸它毛好軟哦。對啊。你在摸它们的同时啊，因为每个部位这样摸，你可以发现说，会不会有些地方有肿瘤，会不会哪个地方有？这凸凸的这个硬硬的，对，就像这样子，这样没关系吗？我们就是这样没关系，因为毕竟像在山上的生活，如果没有说24小时像动物医院那样子有人照料的话，到时候如果伤口细菌感染，哇，就麻烦，对，可能那个就命就没了，所以他们都很勇敢，
我觉得志工首先要很大决心，因为照顾这些狗真的很不容易。对啊，多亏有这些志工陪伴，因为其实每个志工自己本身可能都还有课业要忙，或者是还有工作要顾，但他们愿意花他们剩出来的空闲的时间来投入在这个志工上面，我觉得就是很感动。对。其实，大三人来做志工嘅理由都冇同样，不过同样嘅感受就是，各位用生命揾佢哋學習到罕卡多嘅生命教育嘅課程。雖然過程有啲會辛苦，不過也可能就係人工嘅甜蜜嘅負擔。韓國資源省下來進行嘅志工服務，就做得體會一條老經驗志工嘅感受了。好，來，我們今天要來幫狗狗洗澡。洗澡的時候啊，就是等一下哈，你幫我一個忙。好，你幫我注意說它腳腳會不會軟下去，因為它其實蠻老的，10幾歲了。你看它現在其實有點腳越來越開了，所以我要麻煩你幫我就是小心它腳開開，然後掉下去。那我要扶着它嗎？就是對，我們就會到時候幫它就是支撐一下，像這樣子。好。因為有些狗狗它對那個水的聲音很敏感，所以要慢慢開。因為會嚓這樣子。像它的話，它其實很緊張，它都不會動。一般狗都會動來動去，它不會，它就是已經在害怕了。所以它的水都要特別小。它其實還蠻乖的，就每天就是包尿布跟綿羊藥水。喂的時候你一定要注意它的耳朵啊，然後它的尾巴。退的時候啊，不能夠在它面前站起來，原則上就是要往後走幾步啊，然後再站起來這樣。慢慢的这样加，然后洗狗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要让它淋到耳朵跟眼睛，会发炎。对，你要帮它脸搓一搓，帮它清清眼屎啊，清清鼻子啊。要给它们洗澡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都要把握夏天的时间，冬天不能洗。冬天的话，第一个山上就会特别冷，山上只要特别冷的话，很多狗狗一老了它容易暴毙。那如果太热，又怕放出来的时候热衰竭，所以就是找那个时间点就是都要把握，像这种夏天，然后有点凉凉有风的时候最好的。说实在，我会有点担心，因为他说他腿会软嘛，我觉得怕他会不会摔倒啊，怎样怎样的，对吧？因为年纪大了，所以摔倒的话，其实也是有危险性，对吧？洗的时候，因为他都很配合，其实他们很听话，对吧？所以洗上面没有什么困难。我刚看到那些狗狗都很有活力、很健康，为什么领养的人很少？活力健康的狗都还是有啦。可是像比如说我们这协会里面比较多的狗狗，它们大部分都是老狗。像你看眼前这一只狗，至少13岁了，都是老狗了。对，这边的老狗比率实在是非常高。你看，像这只狗狗，它现在腿已经快没力，对不对？那像照顾老狗的话，它那个压力也很大，所以收养的人就相对比较少。对，所以像我们协会其实也是有让他们有一个安宁的照顾的区域，以免他们被其他相对没有这么老的狗给欺负。对，这样。我们试点大概90%都是很老的狗，如果换算成人类的年龄的话，大概就是小朋友的阿公阿嬤大概就70、80岁了，那他就算是捡破烂也捡输别人，所以我们只好把他救回来。那虽然说这个环境不是最好的，可是至少他不会被人家欺负，不会喝不到水、吃不到东西。对我们当志工的心情来讲，子云今天来当体验看到的这一只，有可能明天它就不见了，因为它已经老了。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说，如果你没有真的有那个能力、在那个环境，其實陪伴它是最好的方式。咱從頭講，各位係人類親好嘅朋友，唔過係講佢老咧，才有青島主人就攞佢挑剔咧，獲得4年費使用嘅一條，韓國規劃嘅安寧照顧，揾一條無敵家庭溫暖嘅老狗，希望做得有一隻有尊嚴嘅老年生活。子云，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们那个安宁病房。这些等一下你看到的狗，每一只都是有身体有状况的狗，那每一只状况都不一样。
像这一只的话，它叫 Collie 的话，它有脾脏瘤，它已经变很瘦了，它其实就是在倒数它的时间了这样子。这是 Simon， 哎呀，它就是起不来，所以我们就要帮它那个起身这样子，哎呀，然后用这个就是要软软的，不然的话怕它会有褥疮。像这一只叫乖乖，它走路会这样一跛一跛的，它的后腿完全没力了。那它之前有做过治疗，可是还是没有用。医药费的话，它其实是一笔庞大负担。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就只能帮它做安宁的照护。所以除了这里之外，像 Collie 这一种，我们就会希望说有一个安宁家庭，然后可以照顾它。那这样子的话，它才可以到死之前都有人可以陪伴它这样子。我看到也都有不偏嘅狗诶，迄根本应该最难忘的事情，因为这些狗狗就是更加需要大家的帮忙，然后它们也深受病魔缠身嘛，然后很痛苦。像刚刚说的那个有一只狗狗得了疾病，它所需要用的药就比较贵，那经费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这边所看到的流浪狗可能就是冰山一角而已，还有更多流浪狗等着我们去帮忙。然后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发挥爱心，就像网络上说的，用领养代替购买，这样，就是当你想要养狗的时候呢，先想到去领养这些流浪狗，对。抢救流浪狗，除了应用以外，其实唔要做得捐款、捐饲料，也係來做志工，落去了做盤，天數治理環境，還有收藏狗嘅大家素材。不過唔敢做得做愛個性嘅狗嘅安寧寄養家庭咯。嘅照顧起來是會很較麻煩，心肝頭咪會知道很較有壓力嘅頭路哦。故所小泰哥就決定帶點資源去認識下青難等嘅志工家庭。所以我跟你介紹一下，就是左小姐，其實她以前也是山上的志工啊，後來因為我們的狗真的很需要照顧，而且很老了，我們就只好問她想不想幫我們做安寧。那平常在照顧他們是怎麼照顧？比較正常的狀況下，就是照顧它的吃飯，然後大小便、散步這樣子。然後這兩隻 Candy 2年前就是身上有切掉，好像3、4種的皮膚瘤。那時候他剛開完刀就送來我們家。然後 BB 就是過年前我看到協會的安寧的徵文，就是說BB 已經看不到了，那又很膽小，那我想說把他帶下來照顧一陣子這樣子。那他來我們家之後就比較不怕生，就是可能習慣在我們這裡生活。那我們可以去看那2隻狗狗嗎？可以啊，我帶你去幫 BB 包尿布跟點眼藥水。好，你來點眼睛，然後就之前眼睛乾眼症到有發炎，然後比較會有分泌物。來，我們要點，然後揉一揉。另外一隻眼睛給你點，盡量。它其實還蠻乖的，就每天就是這樣子包尿布跟點眼藥水。那我覺得你們其實也很辛苦哎，因為我家狗只會吃飯跟睡覺。我覺得那些志工跟那個收養家庭真的超不容易的，他們就完全不會那個嫌棄狗狗很髒啊，對啊，譬如說漏尿啊，或者是有些狗狗眼睛不好嘛，會有分泌物，或者是他們排便要包尿布、要清大便這樣。我覺得什麼事都要學習，因為他們很需要我們的愛，即使他們可能只有1個月或者是半個月的時間可以活，但是有我們的陪伴，他也可以走得很幸福。做得天數狗嘅行係生命親密嘅一段路，係真幸福嘅。相信也就係所有安寧寄養家庭嘅心意。不過小泰哥咪強調，愛心嘅付出其實冇高低之分，但請大家人都很選擇親適合自家嘅方式去付出。相信都做得去改善流浪狗以下嘅情形，就像佢根本人愛帶資源去體驗嘅另外一種體驗。那平常其實我要往保育場的路上，其實就會經過一些有其他流浪狗狗的地方。那所以等一下我會帶你去那個其他我平常會看到流浪狗的地方去餵它們，然後去看一下它們。有一隻在，所以我們要慢慢的蹲下來。好。
好了，对。这个时候你不要动，动作太大他们会紧张。你看他还是来闻一闻而已，有没有？喂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它的耳朵啊，然后它的尾巴，还有它跟你互动的那个感觉。退的时候啊，不能够在它面前站起来，原则上就是要往后走几步啊，然后再站起来这样，这时候它就不会怕你。刚才我们那个已经就是喂了浪浪嘛，那其实要想办法让他们继续生活，最好的方法就是做那个 TNVR。那 TNVR 指的就是说我们捕捉它，然后再来我们要帮它做绝育，要不然就会生很多小孩出来。然后再来就是帮它打疫苗，比较不容易生病。最后一个动作我们就是把它放回去原地，这动作是重要的，因为在不同的地方生活的每一只狗，它们有区域性。今天我们刚好喂了这几只，它们其实是有比较好的环境，没有人干扰它们。其实如果是在都市啊，我们最好的做法就是说，希望民众可以尊重它们，不要驱赶它们。如果下雨了，就让它们躲个雨；有东西喂就给它们吃。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不用收容那么多只的狗。虽然沙菲度还是有人对 TNVR 嘅成效有疑惑，尤其係標準起基本蛋生發嘅素材。不過使用嘅空間有限，根本就冇辦法負擔安泰嘅數量，故所 TNVR 可能就係一下淺薄嘅選擇咧。當然係講有限較多人興去領養流浪狗，當然就係淺薄嘅解決方法。故所資源咪希望用翕相機同狗嘅翕親近嘅相片來增加本人使用嘅機會。不過狗嘅無法度乖乖本人翕相，相愛有一種好看嘅相片是冇按過嘅哦。所以我跟你说哦，这些狗啊要拍出美美的照片，然后因为要让认养人喜欢，它就必须一定要拍到全身，因为要让认养的人知道它的体型的大小，所以要整个身体都拍出来。对，你要让它整个身体都拍出来，然后脸一定要有。另外就是我刚才发现你在拍照的时候比较常是站着，因为他们会害怕，所以你可能需要蹲下来，然后就像你这些照片，有一些其实是模糊的，然后有一些是没有办法，因为体型不对，然后脸没有拍到。看來有時未愛有專業，這種日本狗嘅領養相片有佢嘅效果，不過千無資源肯去做。相信做唔錯咧，引起調整就會進步。能擺天窗做得翕出很較好嘅作品哦。我今天拍了蠻多張，大概20張左右吧。我覺得拍照過程比較不容易，因為他們會動來動去的。那我今天印象比較深刻的狗狗就是糖糖，就是長相林志玲那一隻。它很安靜，它是最好拍的狗。就是它為什麼會那麼安靜？就是它之前受過創傷，所以它現在對人很不信任。那我希望就是有人可以把它收養回去，然後重新建立起它對人類的信任，讓它相信愛這種東西，然後成為一個活蹦亂跳的狗。紫雲這2天的表現其實我覺得很好，主要是在看得出來紫雲有一顆很有愛心的心。那當然啊，他當志工還太年輕，所以有很多需要再加強改進的地方。可是我們需要的其實就是像他這樣子充滿愛心，然後活力，然後又年輕的志工加入我們。因為這樣子的加入，這些流浪的狗狗就有可能未來可以受到更長遠的照顧，然後就可以陪伴他們一輩子。